最近大角咀嘅詩歌舞街忽然封神，一條短短嘅街竟然喺內地社交平台爆紅，有人讚佢信達雅嘅翻譯，有人為佢嘅殖民地味道着迷，亦都有人為咗一句歌詞，詩歌舞街地上有着光點閃閃而着迷。呢句好靚亦都好香港。嗰種閃閃嘅光唔一定係街燈，更可能係時間留低嘅溫度。喺去殖成為流行語嘅年代呢條街意外走紅，提醒咗我哋歷史嘅痕跡唔應該一筆抹去嘅。就好似紫砂茶壺上面嘅老茶垢，洗得太乾淨呢，就反而失咗味道噶啦。喺我自己嘅人生中，都有一條屬於我嘅詩歌舞街嘅。嗰條街喺大角咀，就係我嘅母校聖方濟書院嘅所在地，正正就係位於詩歌舞街啦。如果你經過，你會睇到學校門口有一個牌，記載住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龍，原來都係呢間學校嘅學生。當年佢返學校頒獎我都在場。70年後，仍然有好多少年喺操場上面奔跑，喺課堂裏邊築夢。我成日都講，一間學校唔單止係幾棟建築，而係一段香港嘅故事。聖方濟書院嘅故事係值得我哋繼續寫落去嘅。為咗令新一代能夠有更好嘅學習環境，早前學校成立咗聖方濟書院基金。今年正值母校70週年校慶，亦都希望藉住呢個機會為圖書館、獎學金、學生活動等等籌集資金。呢筆基金唔單止係幫緊學生，更係延續緊一種精神，溫良剛毅嘅光。我同伍仲衡拍咗條短片，記錄舊生重聚嘅笑聲，亦都聽到現役學生講佢哋點樣受惠於呢個基金。許冠傑先生、張衛健先生、郭家明先生、藍鴻振先生、范鴻齡先生，佢哋都係喺呢度讀過書嘅。佢哋嘅名字並唔係只有過往，而係延續喺今日嘅學生身上。我想請你一齊支持聖方濟書院，支持聖方濟書院基金，讓呢點光繼續閃閃發亮。無論係喺詩歌舞街定係喺校園裏邊，總之就喺香港我哋呢個社會裏邊，我哋一齊睇下我哋所拍攝嘅短片啦。大家好，我係陳志雲 Steven。今日翻嚟聖方濟書院，主要係同師兄弟傾下70週年校慶可以點樣搞。呢度70年嚟培育咗一代又一代嘅香港人。對我哋好多校友嚟講，呢度唔只係一間學校，仲係做人做事嘅起點。大家好，我係 Harry 伍仲衡。學校嘅校訓係溫良剛毅 ，Gentle in manner, resolute in action。70年過去，呢8個字仍然係濟記仔嘅共同語言。聖母昆眾會 Marist Brothers 喺1817年由上巴納神父創立，以教育青年為使命。19世紀末，修會嚟到中國。1893年應邀到上海聖方濟書院任教。1895年起全面接手校務。50年代因為時局變化，修會嚟到香港，先喺聖馬丁英文書院從事宗教教育。1954年獲得教育署嘅資助，喺大角咀楓樹街同埋柳樹街交界興建新校舍。1955年12月9號，新校舍正式開課，命名為聖方濟書院，承接上海母校嘅傳統。70年嚟，濟記仔走到社會嘅唔同崗位，無論政商專業、藝文體育，都見到佢哋嘅身影。不如我哋一齊聽下唔同年代嘅濟記仔，佢哋點講啊？我係伍藝文，1978年畢業。喺過去嗰70年，學校為香港社會培養咗唔少精英。最有印象喺學校嘅籃球校隊可以參加九龍區嘅決賽，校長特登放一個晏晝假，等同學可以一齊去觀賞比賽，一齊支持校隊。希望大家可以一齊支持學校。聖方濟生日快樂！大家好，我係1986年入Form 1嘅梁子豪 Matthew。咁離開咗母校咧都30幾年，
咁啊近2年咧就撞翻一啲師兄，咁樣佢哋咧就帶我翻嚟母校，就參加好多活動。咁我有幸又俾高爾夫球隊咧招攬咗我入去高爾夫球隊。適逢咧母校今年70週年，咁我哋都會預備咗好似呢頂帽，我哋嚟籌款嘅，我呢度呼籲經過校友會多去幫助我哋買呢頂帽，咁我哋所得嘅收入咧都會捐翻去我哋基金會嘅。多謝大家。正正因為呢一份傳承，我哋更加珍惜、更加想守護母校嘅教育力量。今日嘅聖方濟繼續秉承簡樸臨在、家庭精神、熱愛工作、效法聖母5大教育支柱。不過教育學嘅需要不斷提升。聖方濟基金籌到嘅善款究竟點樣用嘅呢？不如等我哋嘅校友兼校董、今次籌款委員會嘅成員羅偉文先生 Raymond Law 同大家講解下。今次咧，我哋基金會希望藉着70週年嘅慶典咧，籌到2000萬。咁我哋今年咧 target 2025年底咧，籌到唔少過1000萬啦。我哋喺4個範疇裏面會幫到學校。第一咧就硬件，我哋70年啦，好多咧例如天花會漏水啊、chapel 啊，我哋嘅有個操場同埋圖書館咧都需要更新同升級。咁而第二咧，我哋最重要嘅就係軟件，軟件即係我哋啲老師啊，同埋我哋一啲教練，例如籃球、足球。我哋呢啲咧係政府唔 cover 嘅，咁我哋需要咧自己籌款啦。咁第三咧就係獎學金，依家我哋俾嘅獎學金咧就比較係象徵意義嘅，100蚊啊、200蚊、300蚊嘅啫。咁希望我哋加碼多得少少 incentive。咁最後咧就係一啲校友嘅活動啦，同埋社會嘅服務咁樣。咁希望大家踴躍支持。投資教育係投資下一代嘅能力同格局。每一蚊都會具體落到硬件同埋軟件，轉化成同學嘅學習體驗。過往都有不少同學因為基金會而受惠。大家好，我係今年 Form 6嘅李耀正。大家好，我係今年 Form 4嘅胡炳謙。咁啱啱7月，我哋籃球隊就過咗馬來西亞士杯度打我哋學校辦學團體邀請賽啦。好多謝師兄同埋各位校友贊咗我哋，令到我哋有呢次寶貴嘅機會去擴闊我哋嘅視野。自從疫情之後，呢個活動咧停咗一陣仔，但係咧好多謝各位師兄啊，帶領我哋無憂無慮啊，考試都要出咁嘅線啊，佢可以喺呢個村嗰度學到好多唔同嘅嘢啊，亦都好多謝各位師兄贊助我哋有一個舒適嘅環境喺師門嗰度認真咁樣去打波。70週年唔止係慶祝歷史，更加係承先啟後。如果你曾經喺度讀書，又或者你同樣相信教育可以改變人生，請支持聖方濟基金。你嘅支持會化成同學嘅視野，老師嘅力量，學校嘅未來。支持聖方濟基金，祝聖方濟書院70週年生日快樂！